依家係呢個 Level 1A 啊 ，Level 1B 嘅第二節啊。比數係咩比數？比數應該5-4㗎，而家。4-5，漏咗一個人。升分波，分咗俾呢個 Anderson 啊，36號啊，36號2分啊，跟住66一個助攻。呢個阿關，阿希俾咗呢個阿蒙啊，阿蒙係炒咗嘅一球，第一個大啊！要睇個 turnover 啊，關偷個波。check。帶住波啊！阿關炒咗，31號炒咗。阿星攞籃板啊！阿星攞籃板，自己帶。阿星炒，66炒咗。喂，識唔識個波咩？深色波啊！都好，你話事啦，你試下啦。我俾阿蒙志石炒咗㗎。阿江籃板啊，好快咁俾咗阿星啊！阿星炒咗，好靚啊！呢個一個打翻嚟。邊個走步啊？阿倫唔係元仔啊！8號仔啊，8號仔走步。表弟，啱邊個炒啊？升一個 turnover 啊！都係打右邊嘅，記住，哈布斯係冇人㗎。阿倫踩入去嘅時候犯規啊！鬼喐嗰啲，咁撚恐怖嘅。阿倫第一球罰球啊，史石炒咗嘅第一球。第二球啦，2球都炒啊！表弟籃板啊！揾到阿江啊！阿江自己就打晒。阿江2分啊！阿江2分咗啦！表弟助攻啊！交彈地啊！阿希踢咗出嚟，阿希炒啦！阿興籃板啊！阿興一個籃板一個 turnover。阿倫3分，阿 Kit 助攻啊！阿 Kit 助攻。唔計啊嘛。白色波繼續。4
35啊，35。打麻啫，好打麻啊35號啊！咦？唔解冇啊？兩球自己射，冇好打麻喎。咦？入一球啊！1分啊！有咩啦？入咗一球，自己搶翻籃板啊！竟然係，再補2分。撈咩叫流水啊？咩叫？我升你 Anderson 2分。哇！Anderson 2分啊！好窿啊你而家。爭啲 turnover 頭先爭啲偷咗阿江。白衫嘅防守好積極啊！白衫嘅防守。揾到啦！揾到阿星，哎呀，差少少。都話星啊，但係跟住都下爭少少啦。呢個 Ryan 入咗阿 Ryan 入咗阿關啊！阿倫一個試射，歪人搶翻籃板啦！阿倫炒一球3分啦頭先，揾到翻出嚟，阿蒙俾人 block 咗阿蒙，阿當2分啊！阿星1個助攻啊！太波士俾唔到啊！有冇啊？有冇啊？傳咗俾阿希，阿希2分，阿希2分。已經係好耐冇出現過，第一次出現就有分啦。係啊，手指過啊，雙個手指仲可以。你講咩啊？喂！你打俾我。表弟唔做喎，表弟。好啊，賺心。打方區，你自己打落去咯。佢賺錯嘢。兩球。表弟叫大家打方，但係唔好阻咗條路，人格分裂喎。以為突然間改。養開晒啲人，自己有位自己打。你養我之後，就自己開門打咗先啦。一球搞掂。入一球啊！2中1啊！球。臭啊分數！哇人爭啲傳，真係 turnover 啦！邊個偷㗎？係 Anderson 啦。真係嘛？喂，望波喂！但係 Anderson 有 turnover 頭先。阿蒙 turnover， 阿興搶到啊！阿興一個 steal 啊，阿蒙一個 turnover。有默契啊！呢班人。邊個射啊？阿興射2分炒啊！1分鐘。哇！人炒咗啊！俾得靚啊！呢個中間 cut in 啊，就係炒咗。拉馬啊！呢個拉馬2分炒啊！表弟2分。2分都係炒㗎。阿倫籃板。阿倫籃板啊！中間成日都空位啊！中間打埋成日一 cut in 中間20秒。拉埋 turnover 啊！阿星一個 steal。Anderson 2分。一個帶住。好。阿倫籃板。 5秒。射啦！
啊，唔攤啊，唔攤啊，唔攤。